你有冇試過同朋友去旅行？有啲人要個行程表，早餐8點半，午餐12點45分，夜晚仲要個 checklist。但另一啲人就會話放鬆啲啦，行到邊食到邊啦。呢個落差其實就係 J 同埋 P 嘅分別。J 習慣咗有計劃、有結構，中意控制時間；P 習慣隨性，保持彈性，中意留白。但留意規劃控同埋隨性派唔係話邊個啱邊個錯，而係兩種處理世界嘅模式。J 人開會就想要逐點去解決嘅。P 人開會，哇係單嚟單去，但係成日都會有啲新嘅 idea 出現。J 咧就會見到 deadline 逼緊，就會提早完成，安心交差。P 見到 deadline 逼緊，爆發力十足，最後一晚衝到極致。好多人成日以為 J 等於自律強，P 等於懶散冇規律。錯，事實上係 J 嘅優勢係推動落實，但容易僵化；P 嘅優勢係靈活應變，但容易拖延。真正嘅高手係能夠用 J 嚟幫自己建框架，P 嚟幫自己破框架，因為有規劃先至可以穩住大方向，因為隨性先至可以捉住意外嘅機會。所以 J 同埋 P 唔係互相對立嘅，而係互補嘅兩種節奏。你有冇諗過規劃控通常係需要一啲隨性先至唔會攰死自己，而隨性派反而需要一啲規劃先至唔會迷失方向。問題係你去旅行嘅時候係行程表派定係話隨緣派呢？留言話俾我知。